错风若是卖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差，最暖满意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现在人讲世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飘你落落。用下等等抢等走去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书，摕赞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笔银色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春天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。用最自然的方式。阿水爸，哦，上网啊？哦，黑啦，好，转来哈。好。哎，阿念啊，东西慢啊，有讲得慢啊，有，慢啊有看到我人工受孕的小乐，爸，有阿勇人啦工。受孕了。唔爸，你阿爸去甲叫我哈，看下。慢来啦。哟，按天做慢咯，是吧？呀，你好事啊，操嘛，干嘛讲眼皮呀？干爸的事情，哟，你公司开家己，你好下人工受孕，你叫伊做啊？养天的钱啊，哦，起头拿无的钱就忙吧，干。小乐，再见哈。啲眼毛嘅啊，要命眼我哪嘛？爸，一听到这样对你哪一事，你在欢喜哦？我哪会得然后啊？其他我唔知，大摆摆都新的地方，你都骗伊投资亚投资嘅，要他赚了肉不嘅，你好像咩都太假都拿五黑毛啦。你还得生人的，顶人的嘛个？俺这唔咩嘛加生意啦。哟，很多 enjoy，哟，你阿老冇做好嘅啦，搞坏的啦，你用啥生意呢？哈，你用我讲出来，小乐没穷样啦。俺又唔係生意誒。哦，我冇講，我信，邊有唔你嘅講法？我加偏受重做的。把真嘅當電腦呢？電腦。喂，大哥，嘿，有哎，慢開響咯，我記住啦。還有，哎呦，你慢個事情很緊哦，你講計劃有變通，慢個變通咯。沒啦，醫生，要完了，呀，2時啦，你哪準啊？唔是很多錢，啊？唔是，喲，計埋玻璃咖啡屋，唔是迄個啊？沒玻璃咖啡屋，嗯是水晶城堡咖啡屋，水晶城堡咖啡屋。哎，咁管啦，買咖啡屋何首烏，反正你唔去哩，好冇？沒，我在想每個日月咖啡廣場，嘛個呀？日月咖啡廣場。昨天講好嘛？好，走。
哎呦，老累啊，一身啊，骨节就痛了哩哟。医生，阿门，今日是条还没有热讲啊，啊到暗夜还没有热讲啊，系啊，我呀，是想提个搭的哈，摆几种作灯啊，顺了摆两台啲可比式的咖啡机，跳起来买条蓝搭烤烟一旁的，还做好个咩？南达的俺耳公的，我啦，总讲够了。医生，我还是吃了一期呢。有慢了。做个太公司的主管，做了很多年了。迄动作安尼啊，投资计划，我见讲看了再看，迄算盘跌了再跌，你这样准的呢？有冇讲嘛该，你就信嘛该。俺唔信啊。哦，给你老钱嘛不爱，我望成看到哎。哎，冇啦，俺想吼，可能啊，你人生啊，比俺下好干啊。俺想猜俺人生你袂拄上司啊，我考一条呢。有样啊，你看我开条死当多钱。哎，但是我人生啊，马嘅全部都在用钱买啊。该啊，唔得几好。哦，有理，你们蛮多的。你记得冇？该啊，谁时间啊？我哋乡下讲土狗啊。该那个土狗吓个阿兰啊，吓到一见到一叫，你记得冇？哦，迄我愉快哦。啊，我是阿兰是，俺是专业叫俺叫把俺们欠，卖也有数。亲密咖啡屋冇戏嘞，阿年哦，唔敌耐秀的，老钱送走，亚双黑良心发现哦。哎，呀哈哦，阿燕哦，唔好去嘛个酒馆嘛个咖啡屋了啦。电到的阿贵哦，讲嘛个民宿变度假村啊，请嘛个行销人才啦。这几天哦，是懂得人来应征呢。因老家妹啊，油较好的，老小姐呢，较油发讲嘞。啊，还有啊，唔知哪久啊，有年在香山哦，看到飞碟。啊，飞碟？哎呀，不要再把我帽子当飞盘了。哎呦，可是他真的很会飞耶！那天啊，我要去捡这个帽子的时候，他就飞啊，飞到山谷的另一边去了耶，超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说在树下捡到的？对啊，就为了捡你这顶帽子，所以我才跌一跤的啊。耶！你们谁要喝咖啡？外套，做买欧外套。我说我要。进来。哦，很紧骨肉呢。什么要骨？你干嘛蹲下？我又没有叫你蹲下。有啊，你说骨肉啊。我说你很小气呀。什么呀？好像看慢你，就是想追爱啊！我不是这样弄哦。Sorry, Madam， 跟民宿怎么走？难喝。
较袂讲人好啊，迄真个就奇怪呢。谁是谁阿莫呀？神经病，好没礼貌哎！你们要出去哦？对啊，我们要去摘水果。还有抓虾。哦，祝你们玩得愉快。谢谢，拜拜。很好，还有间房哦。还有房间啦。长官你好。俺迄长官呐，俺迄来 interview 的。interview 啊 ？interview 应征。那没有录后面有下没？我抢高阶主管呢。So， I'm coming。走，条家上礼拜有讲过啦，来抢东西。要抢。哦，美國留學轉來哦，專業下等講乜啊？旅館管理、英文、美食鑑賞，還講乜啊？一個會寫自助旅行的書，旅行的經驗超過20幾個國家50菜很強。所有啦，吃喝玩乐有关的东西哦，都做得猛啊，实在很强哦。但是咱唔平等哦，人家体房哦唔可以一太啦，所以本人的薪水吼唔会大呢。Don't worry， 唔是 sale， 跟后生啊，是苦就当是补啦，论牙牙吼，俺没想过诶，就当磨练学习咯，俺还会提升牙牙民学跟业绩，都这样子啊吼，你夫胎传的宝宝，来拿钱拿到数年，创造双赢的局面，安呢，唔会轻好咩？按用糖油唔会难哦。整合资源开发，哪个意思啊？你是说整合资源开发吧？错了。条家 ，Let me tell you 啊，一汉所有看到的东西呢，都会资源啊。你比如讲，就像遐塑胶管呢，迄讲那是得体，该就会垃圾。不过啊，那是废书，也就会资源，那个剪那块就做来做花盆啊，做笔筒啊。有难的呢，还做那些废书做油脂捞的，安尼就会资源再利用。哦，糖油有理呢。不过啊，做呀花盆啊、笔筒啊，其实没毛嘛个啦，所以本来喊那都个资源，本来整合一下，哎呦，开发新的用途，太搞到用的多，得到好处呀，就会整合资源开发的目的。哎呦，实在令我一个超过数字了哟，想法都来按都无强用呢。我讲吼，那头先有三讲，一只成本吼，一只无多量现钱，做一只花瓣的、笔筒的，那一卖做卖到8、9人条，遐底顺哦，按变啊上来就有2、3批以上呢。我讲哦，假使讲请伊来做营业员整合资源的条路，我想安尼民俗一定会赚钱。到时啊，还有存钱哦，还会重新改建。那边啊，会多做几只间房。走，这边上做一只球水池，那边上做一只健身房，这边上做一只会议中心。这很强哦。都想好好用来引资源整合。But 牙牙民俗要赚钱啊，还差得远呢。人家一路行啊过来啊吼，总体有地都会扛棒啊，路 QQ， 一点的提升都冇。唔讲看哪啦，呀有乜个好搞呀？
有，行个有啊。郭志远哦，做着10个字。啊，去山背后背吼有一条小河浜，cái河浜特别係細下潮水，做着潮水哦，還做着做下工呢。跟人意思係講，跟人下來也打未了啊吼，你卻建議佢2點一線。高資源教教啊，佢4河巴教教啊，佢高資源4河巴高資源4河巴高資源啊！這個多麼神奇呢！啊，望講用個啥？嘅拉斯維加斯呢，咪係啲沙漠地度起來嘅啦。嘅所謂老爺總頭地度，做得用嘅資源請出來呀吼，然後佢整合一下。安尼就做得本顧客最好嘅服務，最高級嘅享受。安尼就做得做一個6星級嘅度假村。錯，愛了變啥？然後變成6星級的度假飯店。團結就是力量，團結就是力量。哎，來，讓我介紹一下，你係Jessica姐姐。哎，兩個來的啦，太好朋友，佢喊鄧子。No 嘛個 No 嘛個 International，OK？應該明確啊！我向國際化嘅第一步 ，First Step， 就係大家都會有英文名。咁對基本嘅意思呢，就按到 Peter。哎，有冇人到 Peter 啊？啊？跟住就上到批論式，用嚟望到 Peter。哎，有人講咩個來的啦？哎，按愛人啊，喊乜個名？這樣。這樣子。這樣，沒有字。這樣子。哎，爸，就這樣聽啊。嘿。這樣子。這樣。有難的。Jessica，你看這是恩愛偶像的名字，馬丹娜嗎 ？It's up to you 咯。It's up to you. It's up to Jessica會太吵了 ，Jessica。像林，像是。你阿爸用尾老太家請過來啊？係啊，阿貴嘅打電話幫我講媽有要緊嘅事情要講。係哦。都得我講乜計啊？係啊，那邊有叫做天發啊。就沒有講，天發地度嘅最嘛是一好誒，啊，還是吃得乖乖誒，聽說唔比得咩麻貴。來，大家好，來，讓我紹介一下。一下係新搶嘅行銷經理，佢喊 Jessica， 根本呢搶大家人來，係想要團結大家，叫我來繁榮你總督嘅觀光。哦，來希望大家人談談，點樣講？來，談幾個。Good mor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. This morning, I 兩個發開。今日大早啊吼，我就話大家嘅資料還有相片呢，都記到動書嘅啦。我係 Jessica， 跟唔係豐富年、粗皮熊、傻皮蘭、姚貴餅、空空怪阿羅，還有300的雪碧。哎，他說你38哎。Well， 我而家專長啊，吼，就係用資源整合來發展觀光，係講大家呢做得相互配合。
人客落呀到要到啊，就会当天当欢喜，大家又做得多一份生日，安尼唔係真好咩 ？Right？ 唔講咧啊，時機好談咧冇唔錯，啊唔過要趁一下7個月都見蟲啊，因為唔定誒，我哋個狀況，除咗行水就會過自然，除咗過自然就會行水，係嘛？那有冇好搞誒？哦，幾下啲咧，你咪贏面少，我贏天數啊嚇！你講嘅嘛法？哎呦，迄哎呦，做着讲嘛，爱做得拢宣传。哎呀，講啊，講出好咩？係先哦，係講一句話啦。我要下吼，個民俗吼唔會忘啦。雖然吼就變了個時陣去迎合，唔過啊，你水天飛啊，還做大平哦。啊唔過吼，我自家嘅業績吼，我把自己嘅嘢冇本礙咧。唔該，係嘛？強強做要出貨源嘅，人貨風假攤，唔曉得講，傳開，冇講嘛？點點？講得太傳。再講。Well， 個太感人啦吼，講人有講人的專長咩？個夫妻倆總頭啲都該食衣住行啊，係講啊，做得本礙了呀，整合一下。俺想嘅老爺搭嘅，here 變做一個6星級嘅高級度假村。人客啊，係講老人家歇夜呢，就做得遊費買印尼嘅自由行，做得拿個頭拿毛嘅18件，去厝邊鄉人嘅店嘅做頭拿毛嘅18，還做得啦，拿定個春件去沙皮蘭人嘅店嘅做客家菜。錯。佮食到飽逼逼的過後，就做得去腰桂餅，人家店的煮台叫塔茶啊，去迄個果子園，無就去洗荷包米飯的，搞到巧嘢呢，就做得去空空怪嘅店的，住宿啊也鬆軟 relax 一下，佮講到也喜宴啊吼，碰逢年啊，日也喜宴吼，來吃到清明來。最適合、最獨好的，用伞天天的航途呀，懷舊的小街道上，手牽着手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 ，so romantic。那我們衛生所咧？個衛生所啊，吼，人客來呀，特別高呢，當然要負責嘅安全啦。因為老人客講啊，來呀，迄個有挫傷啊、跌倒呀嘛個哦。唔是講有衛生所啊？你在說什麼啊？反正我們也有一份啦。爸，唐毅還懂針呢。懂針，哪一針啊？伊講咩啊？你兩個做出上高了。好，算我一分。算你一分？哪位喂？啊？有愛啦。咁迄個太搞冇問題啊吼，也去玉樹呢就帶咗去看看啦吼。我今年個呀資源整合計劃個呀，就當佢寫啦吼，冇問題就做得搞做得本來。安尼啊，到專業我本太搞嘅錢，就做得本太搞了。錯，你頭先講嘅改錯計劃，咋講？講不得談。哦呀！嘅我今年呀 professional 嘅團隊呢，太搞嘅服務聽從出 high class。日來呀總體位時節啦嗬，人都老高嘅啦，行頭呀路行呢就偏到沙皮蘭，人嘅店嘅做食嘅東西又幾香，嘅衛生所嘅寫字，情人啊要講你呢耶，講我聽得懂。唔過啊。因為成數嘅建築又老又舊啦，住宿店嘅特色嘅，宿嘅種類又冇幾多，叫他茶店又亂搞搞嘅啦，天母店還做得啦，唔過實皮哦，咩特舊又特老嘅，唉，體驗哦講啊好聽到嘅，係有懷舊嘅感覺，唔過哦，第一杯都甲顯睇起來哦，初步咧，唔知上幾舊嘅，啊，忘猜有幾多喺度第一杯度哦。我們衛生所是這裡最早蓋的房子，算起來也是3級古蹟。
级古迹，你讲话好滑稽哦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哇，我输每一道，还唔讲迄太个好看呢啊！这，我希望大細妹贏哦，唔過贏到小了就會贏到矮哦。我按巧哥啊，嘿，我休上个世界啊！不是，有默契，哪能讲？你用下來哈，你講下來就好。啊，咁重要。等，大家點清呀，點清一下啦，點清一下啦。哎呦，唔對頭先啊，要講Jessica講嘅辦法當好，結果呢，見到伊批評唔對就駁氣。哎呦，我唔感覺佢哦，講有道理啦，好唔好傾啦？坐啦，哎呀，坐。等下，我先落睇下費事你啦。不過無改變，有冇進步呢？咁也條都黑頭也1-2年嘞，對也做出關嘞啊。不過唔到底，我部嘅人看起來也特別係冇個用嘅嘛。就係我家講嘅，要咯。UQ 一點嘅提示都冇，係講熬來了，真冇想來教咧。我咩味道太大好啊！佢雖然講啊吼，佢點要較 Q 啦，唔過啊，係講係家人我嘅資源整合計劃。安尼啊，就在台菜咧懷舊的客家莊啊。大家就識到客家菜，聽得到客家嘅音樂，安尼人下來哦，落一擺就永久都記得咧，唔係真好咩 ？Am I right？ 阿爺，同我每次都嘅Jessica講嘅，真像伊有理哦。伊也比做得變埋個霸氣啊！唔過。叫佢試一斗錢呢，我生理又冇幾好。錯啊，迄人下無變多，阿用正經算會否咩？好啦，我弟唔就擔心要了解，我要評估大家人嘅情況。加減嘛哦，我補貼唔到一啲咧，還好冇？規個計算講嘅哦，我用時下嘅補貼是每100-200人就算你哈。好啦。冇問題啦，冇問題啦，好。咁你大家問你嘅錢啊？哎，你们好。哎，要不要租车？不用了，没关系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呢，跟我说，算你们便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哪个东西？哈，唔是在我讲的。我家哈，长老天抛的满好，吹风机站好，偏手边好的哦，也向我马杀鸡哦。阿 Q 你真有交代呀！跟爱种的要种水果甜甜，安尼爱来买咯。爱骂吼，喊你出干嘛啦？有本事的话，喊你出来，老外讲。哦，阿 Q。唔是在我讲的啦。
唔上班，都去做乜嘅面？哎呦，做头家又嫌硬嘛嘅面膜，我俾人客用啊！哎呦，佢哦要嫌硬，我先吃用过啊。哎，所以收天奶啦。哦，搞死！阿 Q， 唔是这个讲，唔是这个讲。快做一下嘛，买单来排队呢。拿来啦！哼，俺都学到，俺要我记下去，没事。小乐，哎，来，来攞你天數來。啊，唔是啦。俺堅持來，哎。我愛。什麼呢？哎，小樂，依蟲呢？你不會都會買嘅東西？就係 Jessica 很愛買雜誌啊。哦，安樣。哎，文炳，你去哪邊啊？天時暗後，你找個行的啊？哦，我行去甲一行啦。俺堅持來。哎，太搞好啊！哎。哦，啊無限哦，又會做面又會變數哦。頭家又嫌埋做嘅事情按多啊！啊，做得強下做嘅，我就做一擺做啊！啊，還有啊，頭家又啊嫌埋嘅乜嘅洗髮精啊、護髮乳啊，全部愛買過，連嘅乜嘅樣嘅啊、髮卷啊，沒有關係呢。哎呀！我要請個購物網站，請到我嘅夢主哦，都發嘅。錯啊，那對女的吼，受到外頭就甜。哎，人哋你假台新的菜呢？不過啊，韓昌會做嘅事情還有動作呢，你看。哇，這也係 Jessica 很做的哦。我看。店門的物有愛清槍，所有的東西愛擺張，始終愛對準，下次會好看。偏手用芳香劑，調難我會死到啷啷，唔好食蒜頭，講法會有面痛。哦，感動哦 ，Jessica 係唔係頭啲啊？本來要按樣印象呢，不過啊，免甲上細條的，正經吃到吼會過個提防易毒啦，就皮下款呢。冇聽錯，順利正經做得變好呢。對我聽你講哦，我會轉去咧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小樂，俺攞你天數啊！唔是啦，買，俺堅持。好啦，拿你的去給我。哦。哎，按我说啊，跟俺爷说了，做就好嘞啊。謝謝。來，拿着。哎呀，喲，哎，要表現信心唄，做乜切過啦？哦，因為面上揚起來 QQ 啊，所以喺家人就想講氣亮一點啦。氣亮一點。嗯。我知啦，迄個啦，傑西卡有迄名就做過啊。哎呀，Jessica 說哦，我們這個小鎮啊要發展成為觀光重鎮，所以我們這個衛生所當然要改善外觀啊。外觀，哎，做人不能只有看外表，對不對？內涵比較重要。哦，千萬要聽耶，聽他的話，我妹妹都不會死，做王差做都不會死。慘，所以你裡面也在騎啊？唔係啦，迄蟑螂。所以你妹妹的已經都蒙差了。哎呦，消毒過的啦，哎。傑西卡，有耶！講講啊，俺元素做都上多誒，要發展觀光誒，嘛個度假村，伊兩個說嘛，敢讓俺做上多。你呢？你都有在談你呢？有啊。你在說什麼啊？哎呦，俺講啊，俺元素啊。做都上海老廖邊啊，變到觀光勝地耶，變到度假村誒，度假村係嘛？
是讲安样事情啊？我一铺一铺的落上炒啊，你要前面咖啡屋咩？有无？米香上做个保龄球馆，你的哪有那么快的？像我那做事情啊，来做，对，你都有那谈话，他不是说，人家会抵税贵的，哎，你安莫学习看，跟我谈。阿妹，阿燕云璇，云璇来。哦，昨夜个阿贵所讲个嘛个计划啊，讲我老你读个点嘛改变一下，佮这时卡讲啊，下主头个个民宿个人客，我来食下午茶，我爱做个鸡卵糕，唉。爱请要做客家菜，佢当然来要做。唔讲，你咪做了吗？樱桃派，有嘛个？提拉米苏，还有咧吗？唔讲，泡芙，我系泡面较强啦，俺来要做。泡面，阿妹，俺好功效哦。当中无人爱讲客了哦。哪有啊？阿姨啊，我吃到阮做的菜肉点心相当好食呢。系啊，那请考下面做的东西咧，吃了都停唔落来。不过，佮这是卡很蛮要写个下午茶的菜单，佮无鸡卵糕，那要写乜个啊？忙英公下午茶一定要吃什么提拉米苏，还有泡芙。我吃到吼，连老年的地方卖片就卖得到呢。哎，依依，我们一起来帮阿姨想菜单好了。好啊。好。人客吼来到两位，都会爱吃较特别的东西啊。然后都会硬咱店行的特色。杨家啊，伊晓得咯，佢系天天出嚟准备我本人试食的东西。法板。七八袂到好食。七八。nghệ板啊，nghệ板未做得。比到这是个要求，门边是买东岛台新的自行茶，本个人客来煮，规间店的就本记变到枪枪哩哩。在下边三尾四来爱起来比，也怎样讲些高涨海意，咁拥有了爱情。嘿，我们一对你相依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的爱情，我天空擦亮你一用爱心思。小乐嘅租书店有东岛树，天咯，要神经嘞！干嘛？看我买新电脑。对呀，买几多钱啊？哦，办错啦。这个表。也今年风雨天农飞下班转，就天数2姊妹变到一模汗。去大卖场买的超便宜的，那5000块，它本来卖1万块呢，华硕的不错哎。对啊，哪是啊？那收你心。我对阿兰嘅素衣有信心，看佢做嘅扮嚟演，结种罗皮板嘅香味都因飘过来，我点香，我咪当上食。
反应无认真哈。乜嘅無認真，喺我傾到暢爽嘅，佢衰聽，冇乜看。唔睇你啦，做乜講我咯？阿姑爺nhau啊，傾到要爽。係啦，要爽啦。哦，睇緊要安排下，我計劃做會成功嘅。好，阿人聽到之後，就來驗數成果。哦，咁香。師傅，我再去拍片看看啦。nhau，bon。哎，來，好好。有認真嗎？有。阿雄姐，俺唔係講我嘅 style 係時尚、fashion、樣美，唔係咁樣麻嘅呀。泡腳、腳底按摩，哦，那麼老氣哦。我愛嘅係樣美，我來嘅好冇？哦，你有冇講清楚？你自家講，本人哈，時尚，我哪唔錯啊？You don't understand！ 哦，還有幾盆花？萬年茶杯啊！哦 ，ugly, terrible, sucks！ 我 suck！ 我的 give me， sucks！ 我的 sucks！ 插子個種類太少誒，天哪有魔術，紅燈又按 Q，用路個連線啊，看佢唔愛改善啊吼，全部都不及格 ，out！ 我從細到大，他們是那個不及格。对，小你惡心，求你一聲。啊！茶天嘅標嘅房上面冇通用啊，佢條豬籠搞搞。誒，阿 moon 啊，他人嘅茶人超上到。有。個三年茶，我愛茶係間女意思咯。啊。所以啲哦，年後女一打俾搞啊，要可能係三代同行嘅。老阿婆行嘅人頭，我愛嘅咩結構茶味，唔有真係出年講嘅呢。冇嘅。年十太悶吧，做好自己。out。我俾啊，他已經掉啦。But 小樂嘅笑容係依做得啦。小樂啊。啊。我沒吃到唔用慢燒，就用慢醬誒。哦，失望哦。會試咖啡冇？冇啦。堅持。我一點冇認中啦。仲堅持。我不用成熟呢。非常堅持。我冇想愛你啊。老公，該要講啊吼，你為總統咩都懂講，跟人家咩都要求罵該啊哈？雖然我都聽不懂，可是我知道你一定在罵我們。對，我就是在罵你這裡啊，死氣沉沉可以拍鬼片啦。我就知道。而且拍鬼片啊，還是小鬼的。唔好把到無嘢事情啊，也係就會亂罵人嘅啦。誒，個咖啡條行啊，就有廣告咧，愛 fresh、水池、high class 嘅，唔係有乜嘅東西啊哈？我們要拿錢補充呢，錢呢？誒，花冇亂講啊！
无唔错，我是有靠底条的。等下呢，我听说唔好去下太家人的钱啊。那咖啡条是有差异量级啊，个其他经费还是用到个，然后去那地图的小强抢伊赛这个这边啊。那用唔定还会老王才讲法，哈？我还买个两台厨师机诶，嘿啊，你个天盘都米过的呢，个经过年后就看戏啊，就冇吃到出谱的啊，哎呦那唔错。哎，那讲六啥？小情人约会，你遐咖啡条、咖啡饮料好啉也唔好啉，你出唔出呀？我这。杰西卡，个菜啊，我煮好咧，我嚟吃看咧嘛。好啦。杰西卡，要全部出来做乜咧？这个前素做诶。猪肠炒咸菜，客家炒肉，客家青有名的糍粑，好叻，咸猪肉粉结浆，全部做一定赞的。OK。阿兰基呀，跟吃的东西啊吼就要有卖相，跟煮的那条东西咧。是从哪里出买的多啊？该贵妇会来嘿，苏下店呐，我会推出个下午茶哈，会精致 high class， 跟伊啊竹虫，不用多个酸圆圆的面条钱 ，condet 嘿，哈？哦，terrible。Jessica。你就还蛮知道阿兰伊做的东西，你就按用讲，一切让伊都不会吐出的世界，医生艰苦故事，你就唔定爱继续去说阿兰伊做的东西，亚洲很爱听你做的，上学是的密西啊，你啦。小乐讲会错啦，呐，无资格批评爱着啦。小乐，小乐。可能啦，转移好的啦，安尼骨造出来哦，要煮本上色的颜色啦。普通用用诶，有钱买都好色的东西，敢买都煮成人的真情老感情。啊，可能你转移好嘞，你 loser， 今仔杰西卡吼，唱过分的啦！小乐啊，要去看到叫咧，本爱几多钱哦，爱都无想会做的啦。哎呀，他人真对的啦，唔会做就莫做嘛。做埋老一家，做到要死个排擦体啊！唔管啦，本小乐看吼就会记唔错啦。做哪下去啊？做埋会做假的啊？杰西卡哦，嘛该都嫌，嫌都无一块好啊，爱都唔知用办。无，俺妹唔会做了。讲嘛该？讲，Jessica 骗子，爱吃地。两出售，这论斤卖嘛，家私较高啊。啊，如果是论这个脑容量来卖，搞不好我还要贴钱。莽莽撞撞，比较不懂得做人，蛮讨人厌，说话比较直接，两个点点。你爱心掉了同事阿甜，带了熟悉要环境。住在这边的不是亲戚就是邻居，你说我们熟不熟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能替你回答问题。
相睇過去，萬有人錯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到是你冇的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兒，總會講你隻手打招呼。三半夜，總會講你隻手打招呼。對面嘅三半夜，總會講。